国防部公布昨天中国军机过来交接，军舰来误接，然后咱国军拢有伫监控甲应对。另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昨天嘛表示，台海若是正经发生冲突，开放基地予美军来使用，绝对会有真大帮助。台海议题大家拢真关心，尤其这边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访问华府，伫增强美菲同盟计划，声明中也讲到台海安全。小马可仕伫咧接受访问时阵也讲，最近菲律宾批准开放国家级军事基地予美军使用，若是台海发生冲突，就当用会到。And that is, whilst the tens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seem to be continuing to increase, then the safety of our Filipino nationals in Taiwan becomes of primordial importance. And so that these EDCA sites will also prove to be useful for us. 因为中国对美菲加强服务合作的代志一直有疑虑，小马可仕强调 ，EDC 的协议下共同使用基地是袂用来攻击任何人家、任何国家，也毋是针对任何国家。美国也无要求菲律宾出兵协防台湾。No, the U.S. has not proposed any kind of action for the Philippines in terms of taking part in the defense of Taiwan. It's of a defensive nature. 国防部随即公布，总共侦测强机9台次，强舰5台次，继续伫咧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正罕见的无侦测上龙无人机正列南西南空域，空军运用任务基舰加华地飞弹系统严密的监控甲应对。伊若中共第一代国产的航空母舰山东号，伫咧继续远洋战备训练，登记三亚母港。路透社分析讲，山东号目前是一个宣传的工具，是毋是会当真正发挥作用，抑阁正受质疑。记者综合报道。